喺香港，如果話有一間餐廳可以被稱為市民嘅飯堂，大家樂絕對係當之無愧。正因為呢種極高嘅信任度，當大家樂唔單止出事，而且係涉及多人集體食物中毒嘅大事嗰陣，帶俾香港社會嘅震動遠比一般餐廳要大得多。事情嘅爆發點呢，係位於九龍美孚新村萬事達廣場嘅大家樂分店。呢度係香港典型嘅中產同埋老牌大型屋苑社區，居民眾多，而且以家庭客源為主。有兩組互不相識嘅顧客，一共8個人喺呢間分店買咗外賣。外賣嘅餐品主要包括2樣：帶子炒飯同埋盤菜。對於香港人嚟講，冬至前後食盤菜係傳統習俗，像指住盆滿缽滿、團圓美滿。然而，呢餐本應溫馨嘅晚餐，卻變成咗噩夢嘅開始。呢8名市民喺進食後嘅10至29個鐘入邊，陸續出現咗典型嘅食物中毒症狀：腹痛、劇烈腹瀉、嘔吐，甚至發燒。受影響嘅患者年齡跨度極大，最細嘅只有3歲，最年長嘅69歲，幾乎涵蓋咗老中青3代。事件嘅嚴重性好快顯現，其中7個人不得不前往求醫，更有1個人因為情況嚴重需要留院治療。喺其中1名患者嘅糞便樣本入邊驗出咗沙門氏菌。沙門氏菌係食物中毒個案入邊嘅常客，佢嘅出現通常指向2個問題：一係食物未徹底煮熟，二係熟食喺處理過程入邊接觸到生肉或者唔乾淨嘅器具，發生咗交叉污染。香港食物環境衛生署迅速採取咗行動，調查人員對店內環境、食材以及製作流程進行咗全方位嘅檢視。初步嘅調查結論指向咗交叉污染。問題可能唔係出喺食材原本嘅質量上面，而係喺廚房嘅操作環節出咗食漏。例如處理生帶子或者生肉嘅廚具可能被用嚟處理熟食，或者負責處理生食嘅員工未徹底清潔雙手就去包裝外賣。面對官方嘅調查結果，大家樂集團作出緊急應對。首先，嗰間分店立即暫停供應帶子炒飯同埋盤菜，然後對店鋪進行徹底嘅消毒清潔。特別係對於盤菜呢種時令產品，嗰間分店由12月30日起暫停出貨。盤菜成為咗關注嘅焦點。盤菜作為香港飲食文化嘅代表，其製作工藝嘅特殊性，決定咗佢天生就係食品安全嘅高風險區域。盤菜嘅特點係食材繁多，層層堆疊，汁醬濃郁。一份標準嘅盤菜可能包含豬肉、雞肉、鴨肉、鮑魚、海參、花膠、蘿蔔、豬皮等10幾種食材。呢啲食材通常需要分別烹飪，然後再組裝到一個大盤入邊。由於涉及多種食材嘅分別處理，如果廚房空間有限，生熟食處理區劃分唔清晰，極之容易發生交叉污染。加上盤菜組裝過程主要靠人工擺放，員工嘅手部衛生至關重要。衛生部門有一個關於食品安全嘅危險溫度帶概念，即係4°C至60°C之間。喺呢個溫度區間入邊，細菌繁殖速度最快。盤菜製作完成之後，如果唔能夠迅速冷卻至4°C以下進行冷藏，或者喺運送過程入邊唔能夠保持喺60°C以上保溫，細菌就會大量滋生。特別係外賣盤菜，往往需要顧客自己帶返屋企復熱，中間嘅運輸過程如果缺乏冷鏈或者保溫措施，風險會倍增。盤菜體積大，食材厚實，顧客帶返屋企之後，往往難以判斷係咪徹底熱透。大家樂雖然聲稱出廠前中心溫度達到80°C，但顧客拎到手之後，如果只係表面加熱，而盤底中心嘅溫度未能達到75°C以上，殘留嘅細菌就會致病。呢次大家樂事件雖然具體係邊個環節出咗問題，仲有待最終定論，但係沙門氏菌嘅檢出，說明溫度控制同埋生熟分離呢2條紅線被突破咗。
作為消費者，我哋往往只係關注盤中餐，但如果將視覺拉高，從大家樂集團嘅運營狀況嚟睇，或者可以發現一啲端倪。大家樂集團係亞洲最大嘅餐飲上市集團之一，喺香港同內地擁有超過450間分店。然而，佢最新嘅財報數據卻並唔好睇，營收下降，淨利潤暴跌，毛利率縮水。雖然唔能夠直接斷言大家樂為咗慳錢而忽視衛生，但喺高強度嘅成本控制下，人手係咪緊缺？廚房設備維護係咪及時？員工培訓係咪流於形式？呢啲問題喺財務壓力嘅背景下變得更加敏感。對於一線員工嚟講，如果為咗追求出餐速度而簡化咗清潔步驟，或者因為人手不足而讓同一名員工混缸操作生熟食，咁樣發生交叉污染幾乎係大概率事件。呢次美孚分店嘅集體中毒，或者正係呢種管理鏈條崩到斷裂嘅一個縮影。雖然大家樂事件令人失望，但我哋唔可以因此全盤否定香港嘅食品安全水平。客觀咁睇，香港依然係全球食品安全標準最高嘅地區之一。根據香港食安中心發佈嘅最新數據，喺抽查嘅幾千個食物樣本入邊，整體合格率長期維持喺99.8%左右。呢個意味住絕大多數喺香港市面上流通嘅食物係安全嘅。大家樂呢次事件更多屬於個別店鋪嘅操作違規，而唔係系統性嘅食材源頭污染。香港90%以上嘅食物依賴進口，其中絕大部分嚟自內地。為咗保障香港嘅菜籃子，內地建立咗一套極其嚴格嘅供港食品體系，只有喺海關備案嘅種植同埋養殖基地先可以向香港供貨。呢啲基地通常選址喺無污染地區，土壤同埋水質經過嚴格檢測，從播種、養殖到運輸，每一個環節都有記錄。著名嘅3趟快車及其現代化嘅冷鏈物流，確保咗食材嘅新鮮度。一棵青菜想要進入香港，需要經過內地海關嘅檢驗檢疫，到達文錦渡口岸後，仲要接受香港食安中心嘅再次抽檢。呢種雙重保險機制，令到供港食品嘅質量往往優於普通市場產品。香港食品安全嘅最後一道防線，係由食物環境衛生署同埋佢轄下嘅食物安全中心把守嘅。喺香港餐飲界，食環署被視為黑面神，佢哋擁有極高嘅執法權力，檢查頻率高，手段強硬，內部配備咗醫生、化驗師同埋毒理學家，定期公布唔合格食品清單同埋違規餐廳名單，讓黑心商家無處遁形。香港法律對食品安全犯罪嘅容忍度極低，一旦違例，唔單止面臨高額罰款，負責人最高可被判監禁3個月。對於注重聲譽嘅香港商家嚟講，上一次黑名單可能就代表住破產。正因為有咁樣嚴苛嘅監管環境，好似大家樂呢啲上市公司先會對呢次事件咁緊張，迅速道歉並整改。喺香港，食品安全出咗問題，代價係巨大嘅。大家樂事件雖然係個案，但都俾我哋每一位消費者提咗個醒。喺享受外賣便利嘅同時，我哋自己都需要掌握一定嘅食品安全知識，特別係對待盤菜呢類特殊食品。大家樂美孚分店嘅食物中毒事件雖然暫時平息，但佢留低嘅教訓係深刻嘅。對於品牌方嚟講，佢證明咗，即便係有住幾十年歷史嘅上市集團，喺食品安全面前都冇免死金牌。財務報表再難睇，都唔可以從食品安全上扣利潤，否則失去嘅將係賴以生存嘅消費者信任。對於監管機構嚟講，呢次係一次提醒，即便係合規率極高嘅大型連鎖店，喺繁忙時段同埋特殊菜品嘅處理上，依然存在監管死角。而對於我哋普通市民呢更加係一次生動嘅食品安全教育課。我哋依然相信香港嘅食品安全體系係可靠嘅，依然會光顧街頭巷尾嘅餐廳，但係多一份小心，多掌握一啲加熱同埋保存嘅常識，
係對自己同家人健康負責嘅底線。話晒喺香港，冇嘢比食得放心更重要。城市嘅煙火氣最能撫慰人心，亦最經唔起風浪。喺現代商業社會，品牌聲譽嘅建立需要數十年如一日嘅匠心，而崩塌往往只需要一個未洗淨嘅托盤，或者一個未熱透嘅盤菜。當嗰盤熱辣辣醬子團圓嘅盤菜再次擺上餐台嗰陣，我哋期待嘅唔單止係味蕾嘅滿足，更加係嗰份由監管部門護航、由企業良心手底嘅穩穩嘅幸福。話晒，無論身處何地，人間至味終究係平安二字。